请阿姐大家平安。平安。即马要开始进行咱主日礼拜，请将你的手机啊关机，也是开做震动，以免影响咱礼拜进行。即时，请咱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殿院，调见伊。
愿上帝人民愿赐福互愿，愿你用仁爱宽待愿，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来学乐你。这是咱来吟圣诗第4首，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来学乐咱的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只愿至圣守护万民稳定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创造天地，用大大的疼痛保守阮的一生。今仔日是主日，愿同心主日伫你的圣殿，要用敬虔甲喜乐的心来学乐你的圣名。
感谢你赏赐阮活命，互阮伫即礼拜当中，无论拄着啥物境遇，拢会当看到你稳定的脚步。圣洁公义的爸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的软弱甲罪过。你伫雅各书嘛安尼讲，咱用喙舌学老主，咱的爸，嘛用喙舌咒诅照上帝家己形象所做的人。感谢甲咒诅的话，拢对同一个喙出。兄弟姊妹，安尼是无应该。阮有时看人别人较好，心内就嫉妒，拄着代志无顺利，脾气就起来，讲话无站站，有时无细日去伤着兄弟姊妹，对厝内的人嘛无够温柔。主啊，阮真是痛苦，求主光照阮，互圣神来责备阮。求主耶稣赦免阮的骄傲甲自私，收回阮爱比较的心。求你互阮看见，阮所做的任何事，拢是为着你的荣光，毋是为着阮的名声。互阮用单纯谦卑的心，欢喜来做你的工，服侍兄弟姊妹甲阮的家庭。今仔日，阮嘛要动心来守圣餐，付主你的宴谢。当阮领受这杯甲饼的时，求你赏赐阮反省的心，互阮重新纪念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阮赔命，赏赐阮救赎的大恩。愿这圣餐结连阮甲主，嘛结连阮众兄弟姊妹，互阮的性命会当重新得到属天的建造甲养持。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天父啊！阮特别将教会建堂的时间甲财务的需要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做阮的供应者，享受阮充分的稳定，引带阮每一步建堂的计划。我嘛要为主日学伫7月13甲19举办暑期营队，求你赏赐好的天气，使互所有参与的同工有满满的智慧甲疼心，互相配合。望来参加的小朋友会当透过即届的活动，会当真正来认捌上帝，得到即份的福气。我嘛要为着长辈甲众兄弟姊妹当中，身体有欠安、心神软弱、遭有苦难甲试炼的人来祈祷，特别是朱邦豪弟兄、庄淑华姐妹、家珍姐、黄辉兄、碧玉姐。主啊，你是上大的医生，求你伸手医治身体软弱的人。赏赐阮气力甲愿望，伫心灵忧伤、无力失来的兄弟姊妹，求你的圣神亲自做阮的安慰，拭去阮的目屎，用你的平安充满伫阮的心，互阮伫软弱中会当体验你的稳定是有够远用。主啊，求你赐互林耀生牧师有属天的智慧甲胆量，会当勇敢大声来宣讲你的真理，清清楚楚将你的真理讲互阮听。也求你陪伴阮众人听道的心，开阮的耳孔，互你的话成做阮活命的美牛。也愿阮今仔日的敬拜甲奉献，拢会当得到你的感纳。即时，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水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咱的启蒙文第9篇，启蒙文第9篇也是诗篇第24篇。
启应文第9篇伫圣诗的后壁面1012啊，显着咱三角来启应。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世界甲点伫遐的画面嘛拢属伊。伊甲地困伫大海的顶面，将地基下伫深海。啥物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什物款人会当入伊的圣地？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手抓的人。这款的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款人找求上主，到我过上帝面前来挑拣伊。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一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是强各样的上主。一声，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一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声，伊是荣耀的君王。这是咱来讲读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暂是伫新约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19节。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19节。我先来读台语汉字本的部分，第15节。因为安尼，我一个听到恁对主耶稣有信心，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就为着恁不时地感谢上帝。我伫基督中孝念恁。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使圣神互恁有智慧甲启示，通入捌伊。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互恁通知伊选召恁来得到的愿望是甚物。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多尔啊丰富，伫咱信伊的人的中间得运行的权能多尔啊大。接下来我用和合本的部分来念一遍。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19节，15节。因此，我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就不住地为你们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认识他。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他在圣徒中所得荣耀的基业是何等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以上愿上帝为祝福听他的话，搁安尼行的人。带来社青团契要带咱来学乐，因今仔要学乐的是我是平安的7月暝。我是你的
这时，咱要请林耀生牧师来正道，伊今仔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认捌上帝本质第一讲。兄弟平安。今仔日咱伫组织伫上帝圣殿内面，咱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咱敢有真正认捌上帝？牧师伫咧前3讲也有讲起着上帝的迄个伊伫咧迄种上帝的无限，安尼咱敢有真正认捌咱的主？现在咱会讲我信主已经真侪年啊，当然认捌上帝，但是咱需要真诚实来去面对这个问题。使徒保罗伫咧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以弗所书》第1章内面，伊讲伊为着教会来祈祷，伊讲伫遐讲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荣耀的天父，赐圣神互恁有智慧甲启示，通认捌伊。保罗为什么会要用遐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为着遐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祈祷，佮讲求上帝，互因会通真正认识他。因为上帝不是讲一次性的经验因为认识上帝不是一次性的经验，乃是一生的追求。就甲亲像咱伫咧即个寓言的故事内面去讲起着那个瞎子摸象，有的人伊会讲这个像很像是一面墙壁，有的人说像是像柱子一样，有的人说像水管一样。同款，咱伫咧认捌咱的主的时阵，检采咱有咱家己真特别的迄种个人的迄种属灵的经验，但是无代表上帝只有干安尼尔。所以认捌上帝是一生的追求。咱认捌上帝，毋是干迄种咱讲叫做头脑体操，还是头脑的知识，是咱迄个心灵的迄个体验。伊毋是只有干伫咧教义的迄款的背诵，是搁较要紧的是迄个性命的迄个相遇，是生命的相遇。所以伫咧何西阿书第4章内面去讲起，就讲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这个是头拄仔迄个讲我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你抛弃知识，我必抛弃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你既忘了你上帝的法律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上帝透过先知发出一个震撼人心的警告。伊讲伫遮讲起着迄个无知识，毋是指着迄个缺乏咱即个世俗的遮个学问，是欠缺对上帝的认捌。一个人，伊可能拥有即个博士的即个学位，伊可能嘛伫咧即个商场面顶叱咤风云。但是如果若无认捌上帝，伊的性命就甲亲像伫咧黑暗中伫遐咧摸索，伊落尾手只有干惊灭亡。就甲亲像一个人伫咧沙漠内面伫遐迷路。如果伊若无认捌迄个北极星的迄个位置，安尼无论伊怎样去努力，伫迄个沙漠内面伫遐行，伊有可能是哪行哪远啊。但是当伊找到迄个永不移动的迄粒星的时阵，伊就有迄个方向，伊就有希望，伊就会通安尼达到会拢到迄个伊目的地的迄个可能性。上帝就是咱生命内面的迄个北极星，所以牧师煞接要用3礼拜的时间，咱要来思考一个真要紧的主题，就是认捌上帝的本质。咱毋是要研究一套抽象的神学理论，咱是咱要搁一摆来定心来认捌咱所敬拜、咱伫遐所祈祷的、咱伫遐所倚靠的上帝。今仔日咱要来思考
两项真重要的真理，就是上帝是完全的，第二就是上帝是绝对的。当咱伫遐认捌着这两个属性的时阵，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两个属性，我们便会发现，原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放心的把我们的人生交给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很有信心，而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他本来就是一个完全的，且是绝对的，是可信靠的上帝。所以，咱今仔日咱的信心，毋是干那要增加咱的知识，咱是要搁一届来帮助咱，会通搁一届来重新来建立咱的信仰的迄个根基，互咱会通知影，咱究竟咱所相信的到底是啥物。所以，咱首先咱要来看上帝是迄个完全的，伊是迄个毫无瑕疵的，是迄个至圣者。最后，所以伫马太福音第5章内面，甲咱讲起一个看起来真无可能的代志。伊伫遐讲起讲安那，伊讲，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当牧师读到第一遍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阵，我心中认真讲，会通讲充满了绝望，完全像天父同款迄款的完全，安尼是要安怎有可能？咱拢是有罪人，咱每一天拢伫咧犯罪。咱照圣经讲，咱所心内所想的拢是歹。安尼要通会通达到完全，这要哪有可能？咱每一天拢伫遐犯罪，安尼咱要安怎会通达到上帝的完全？但是当咱若搁较深入去理解着咱头段即个马太福音内面这段经文，咱会通安尼去了解着这段经文的背景，咱就通发现，主耶稣伊毋是要求咱靠着咱家己的气力达到完全，伊是要求咱会通用着上帝的完全来成做咱追求的迄个标准，甲着迄个方向。就甲像咱头讲的，那个北极星同款。所以代表王伊嘛要安尼宣告，伊讲，这位上帝伊的道路完全，上主的话有过火来锻炼，我靠伊的，伊做顶牌保护因。至于上帝，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纯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就做他们的盾牌。伫这个所在，咱会通真清楚看见，咱头前所谈论的，也要搁一届，互咱去了解着上帝伊的迄个完全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伊迄个道德品格的迄款完全。上帝完全，伊大声，伊要咱讲体现，伊要展现出伊的迄个迄个伫咧伊的道德甲伊的品格顶面，上帝是迄个圣洁的。伊袂通犯罪，也无法度去容忍犯迄个罪恶。上帝伊也是主爱，伊的疼永远无停止。所以过来咧，上帝伊也是公义的，所以伊的审判永远公正。这也是咱今仔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到底当咱伫咧讲起着咱的主的时阵，讲起着咱的上帝的时阵，咱会通伫咧基督徒的对话内面，咱时常听到的就是上帝是迄个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但是咱真少去讲起上帝伊迄个圣洁，伊迄个公义的迄一部分。所以咱今仔日会通看见今仔日有偌济基督徒伫咧即个世间伫遐咧活的时阵，但是所活出来，包括伊所讲出来。只有敢若去讲起着上帝的怜悯，但是拢绝口不提上帝的圣洁、跟公义。为什么？因为达不到。再过来，因为讲了会打到自己。所以咱就通了解着上帝伊的迄个完全伊是迄个圣洁、公义的，但是伊嘛有满满的怜悯。但是咱无只有敢若讲怜悯。咱爱了解着伊的迄个圣洁，伊是迄种安尼讲无点无了面的。伊对咱的迄个要求，期待咱会通成做安尼，所以迄成做咱的标准，咱来往迄个目标来行。
咱会用想象讲上帝伊的完全，就较亲像啥共款。咱会用想象讲迄个纯净的水晶，迄个水晶，迄个真正好的水晶是一种通透无瑕疵的，内底完全的纯净，没有任何会用想象讲上帝的亲像安尼道德，他的道德没有任何的道德的瑕疵。咱今仔咱的人类，咱的品格。就算讲咱是上好的人，也伫咧咱也有可能亲像迄种有裂痕的玻璃啊。咱总有迄个无完美的所在，但是咱嘛无伫遐因为安尼咱就伫遐心内有任何的迄款安尼感觉讲安尼要怎样？但是咱真清楚知影讲，因为咱所信的这位主，伊是迄个无点无妖味，是迄个圣洁的，所以迄真做咱的迄个。追求的迄个目标，虽然咱即个时阵咱暂时咱抑阁无完全，但是因为咱有咱的主通靠，所以咱是信咱的主的缘故，至到咱会通伫上帝的面前来伫遐来徛在。第二，咱需要看见的是咱上帝伊的完全，包括伊的智慧、知识的完全。上帝的智慧是完全，伊知影一切。伊无需要学习，嘛无需要成长，因为伊已经拥有一切的财物。所以当约伯伫遐咧质疑上帝的作为的时阵，上帝伊只有敢若问约伯一件代志，伊讲啊，伊讲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阵，你伫倒位？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明白事理，你只管说出来。咱就通看见，当上帝安尼讲出来的时阵，约伯伊只有敢若叫啥哑口无言，因为咱伫上帝面前上好就是点点。上帝伊用一连串的这个问题来互约伯明白，人的智慧伫上帝面前是何等的有限。这也互咱互我去想起着过去一个故事。有一个小朋友，伊看见伊的老爸伫遐咧修理迄个收音机啊，伊无理解讲是安怎伊的老爸将迄个收音机安尼拆较离离啊，因为老爸要甲即个收音机甲伊创歹去，但是伊的老爸心中有一个真完整的计划，伊知影每一个零件的功用，知影要怎样将即个收音机会通安尼。修理互伊会通定心来工作。咱伫上帝面前，就较亲像迄个小朋友共款。咱看到的只有是干那片段的、片面的。但是上帝伊所看到的是迄个完整的迄个图画、完整的迄个计划。所以咱会通了解上帝的智慧，伊的知识的完全超过咱的想象。第三，上帝的完全包含伫咧伊的能力、伊的作为的完全。上帝毋是干那是完全，伊也有迄个完全的能力来去实现伊完全的计划。因为伊讲有就有，伊命令立就立，伊的作为无失败，嘛无遗憾，无需要去修正的所在。这也就是咱今仔日上帝，伊既然是遐尔伊的作为遐尔完全，安尼咱到底咱伫咧伊的面前，咱要做啥物货？上帝伊既然遐尔完全，无需要咱参与伫咧中间，但是伊是安那伊有缘爱咱来参与伫咧伊教会内面的事工。因为伊期待咱会通甲伊同齐来管理即个世界，就甲亲像创世纪伊创造亚当夏娃来管理即个世界，伊期待咱伫咧伊家己主的教会内面，也会通参与伫咧教会的即个安尼讲，迄个讲扩展教会的迄个建立，所以伊安尼讲呼吁咱。来参与伫咧教会内面逐样的遮个事工，所以咱长老教会，咱透过着
选举来去选出遮个中级，咱嘛透过会议来去决定咱教会内面的遮个每一个事工。因为安怎？咱透过会议、透过选举来去分辨上帝的心意。所以，如果若是安尼的时阵，当教会不管是小会、中级会所决议的代志，咱当决议了，咱就是伫咧迄个中间是叫做，因为是咱透过祈祷开始会议，也透过祈祷来结束迄个会议。所以咱就是伫咧中间来分辨上帝的心意。过来，咱就是行主爱咱所行的。所以如果若确实有人，搁伫咧迄个会议了后，后壁搁开始伫遐咧起舞起厝，伫遐讲其他的代志，爱说义，有可能你即个时阵你所讲的，你所反对的，拄仔咧反对上帝，因为伊是既然是迄个能力作为完全的上帝，咱伫迄中间，如果若开始来讲一寡无合宜的话的时阵，爱知影，咱可能是咧反抗上帝，因为上帝将迄个心意放伫咱的心中，敢毋是？就甲亲像建堂的事工顶面共款。咱的建堂，咱透过问卷，透过侪会议，用5年的时间伫遐咧讨论，到即个时阵，有缘各有人伫遐起舞起厝。安尼，我要真清楚甲恁讲，爱说义上帝的心意。伫即个中间，上帝的心意，既然已经放伫咱心内，咱嘛已经开始咧做，咱就只有唯一会用做的代志，就是同心合意来去追求上帝伫即间教会所要做的代志，毋是搁继续伫遐咧起舞起厝。无需要安尼严讲，是因为上帝是完全的。毋是建堂，毋是牧师要爱做的。我若要认真讲，可袂伫咱若讲好，透过搁透过一届会议来丙，甲即个顶次的会议甲伊丙掉，安尼牧师搁较毋免建堂，敢毋是？但是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透过咱安尼不断伫咧会议的中间伫遐敲吹，咱就剩下的部分，就是只有干那。谦卑伫上帝面前，同心合意来敲碎上帝的心意。搁过来，其他的话就毋通搁加讲。所以咱需要伫咱认捌上帝，既然当咱认捌上帝是迄个完全的时阵，安尼，在爱伫咱的生活顶面，咱爱去敲碎讲安尼，咱是安怎要需要认捌上帝伊的完全？安尼对咱有啥物意义？就是第一个，迄是要互咱有安全感。因为伫咧即个无完全的即个世界，咱伫遐，咱周围的人拢是互咱有侪的失望，包括咱最上亲近的人。但是上帝伊永远袂互咱失望，因为伊是完全的。过来就是上帝完全要互咱有盼望。咱虽然无完全，但是咱有一个完全的上帝，伊正伫咱的心上，伫遐来做工，要为着要互咱会通得到完全，就甲亲像亲像一个完美的即个艺术家共款。伊拄仔伊伫咧雕琢一块真粗糙的石头。咱通想象，你看咱去到不管是去到法国、意大利，有侪遮个艺术品，亲像讲米开朗基罗的等等遮个雕刻，遮个石头原底本来是干一块真粗的石头，但是咱若确实只有干那看到一个真粗的石头，但是对迄个艺术家来讲，伫咧伊的心内，其实迄个。虽然还未完成，伫咧伊心内早就已经有一个真完整的迄个图面，所以伊伫咧那个一刀一凿的中间拢有意义，所以会通看见迄个艺术家，因为伊伫咧脑海内面已经迄个作品虽然还未完成，但是伫
伫咧伊的脑海内面早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咱会通真清楚了解，咱的上帝完全，伊是迄个无瑕疵的迄个至圣者。咱需要的就是完全对伊的完全的倚靠，甲完全的仰望。第二，咱会通看见上帝，伊是迄个绝对的，伊是迄个自有永有的独一真神。所以伫咧埃及，伫咧出埃及记第3章内面，伫遐摩西对上帝来问去讲要问起上帝的名的时阵，上帝怎样来对摩西应答？伊讲我是自有拥有的。伫即个所在，自由拥有即句话会通讲安尼对摩西来讲是一种真震撼摩西伊甚至震撼的会通讲历世历代的即个信徒，也就是讲上帝伊无需要去依赖任何的外在的因素来存在，伊无需要倚靠任何的事物，无需要去倚靠任何的人。伊毋是迄个被造的，伊嘛毋是进化来的，伊就是迄个存在的迄个本身。就较亲像咱想象讲太阳，伊无需要其他的遮个光源来去照亮伊家己，上帝嘛无需要其他的存在来去证实伊家己的存在。所以这要互咱看见上帝伊有3项的即个绝对性。第一项就是存在的迄个绝对性，上帝存在是迄个绝对的。伊是不容置疑的，没有那种咱会想象讲迄个伫咧无神论者，伊可能会用通讲无上帝，但是伊无法度证明无上帝。就甲亲像咱透过创造，透过咱的良心，透过上帝话语，透过耶稣基督，咱确实知影上帝的存在。咱用想象讲，亲像一幅真美丽的即个图画，咱无需要去看见迄个画家，咱就知影讲有一个画家的存在。当咱看见即个安尼真有特殊、真有规律真有真美丽的即个宇宙的时阵，咱就知影讲有一位创造者存在。所以上帝迄个存在的迄个绝对性，第二是迄个真理的绝对性。伫即个相对主义真盛行的时代，真侪人讲你有你的真理，我嘛有我的真理。但是上帝绝对的真理的源头伊是迄个绝对真理的源头，所以主耶稣安怎讲？伊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伊毋是讲我拥有真理，伊讲主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本身。就较亲像咱伫咧数学内面的一个定律共款，2+2会等于多少？一定是等于4。1+1等于多少？那我如果用相对性来讲，1+1会等于10。伫咱即马即个数位时代，它不是10，我不是说1+1等于10，我说的是1+1等于10，这就是叫做相对真理。但是2+2，你绝对是一定是4，你不会，除非有一个叫做那个，像咱台来讲，有这个叫10进制，也有叫做2进制，所以咱就通了解上帝。伊的迄个真理是迄个绝对的，上帝话语也是安尼，是绝对的真理，伊袂因为时代的变迁来改变。所以今仔日咱的即个时代，咱的社会搁较怎改变？上帝话悠然徛伫遐，上帝话语安尼新约的部分，安尼2000年的历史，旧约安尼3、4千年的历史。即个安尼写落来，遮个话语经过安尼人安尼甲伊收集起来了，到如今，上帝话语悠然安尼伫迄个所在无改变，嘛无会通来安尼互人伫遐
受到挑战，未受到挑战，因为上帝的话就是真理。过来，上帝伊的权威嘛是迄个绝对的。上帝是迄个宇宙的君王，伊有绝对的迄个权威，伊无需要任何人来交代，伊嘛无需要任何人的批准。这毋是独裁，乃是合理，因为伊是迄个完全的，是智慧的，是迄个有慈悲怜悯的。所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完全智慧、完全的慈爱，甲着迄个有完全能力的君王统治一个国家，人民会受到什物款的？因会有什物款的感受？因会感觉到完全，感觉到伊是被爱的，伊会感觉到伊是有愿望的。这就是上帝的统治。所以咱会通想象，咱明白上帝的绝对性，要互咱明白一寡代志，就是咱毋是迄个偶然的产物，咱是上帝迄个绝对意志的结果。上帝创造人，毋是偶然讲随随便便创造一个，有伊的意思。咱的迄个价值嘛，毋是迄个相对的，乃是绝对的。因为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心意中有伊绝对性，咱嘛有绝对的标准，通好来跟随来依循。因为上帝创造咱，毋是出伫咧伊的无聊，乃是伊是出伫伊的疼。伫上帝的眼中，咱每一个人拢是宝贵的，拢是伊所疼。搁伫咧即个混乱的即个世代，上帝话语拄好是咱的迄个指南针，要指引咱来去行迄个正确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咱会通好来思想，上帝两个极其重要的本质，就是伊是完全的，伊也是迄个绝对的。过来就是咱会通去伫咧中间，我跳掉几下，OK， 所以咱因为上帝是完全的，所以伊无错误，也无欠缺。伊伫迄中间，伊的慈爱是完全的，伊的公义是完全的，伊的智慧也是完全的，伊的能力也是完全的。所以咱会通放心来将咱的人生交托伫咱的主伊的手中，就算讲咱一时仔久，咱无法度理解伊的带领，也相信伊所做一切拢无错误。因为上帝是绝对的，所以伊毋是迄个世界迄个咱讲众多选项当中的其中之一，嘛毋是人会通咱讲自由去定义的一位上帝。伊是迄个自有拥有的主，伊也是迄个一切真理、权柄甲生命的源头。所以伊无需要人的认可，伊才成做上帝。伊无因为人的怀疑来失去伊的主权。今仔日伫咧即个世界充满侪遮个相对主义，每一个人拢期待会通照着家己的意思来去定义所谓的即个真理。但是真正互咱会通站立得稳的，毋是人的意见，乃是上帝迄个永恒不变的迄个真理。所以明白上帝毋是干那知道他有哪些的属性，更是要让这一些的真理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在顺境的当中能够懂得感恩，在逆境的当中仍然能够信靠，在我们的人生真迷惘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有方向的。咱伫咧这个环境混乱的时阵，咱犹原有平安。所以期待咱今仔日咱的这个信息会互人会通互咱，毋是干那只有干那知影上帝，乃是真正会通开始来搁较深来认捌这位搁真搁活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咱会通伫咱的生活中会通有3项的迄款安尼的回应。第一项就是咱会通来学习，将咱家己的有限，
交伫咧即个完全的上帝的顶面。真侪时阵，咱上大的痛苦，就是咱想要去控制咱家己迄个无法度去把握的代志。咱希望代志会通照咱的期待来发展，嘛希望每一件代志拢是有答案的。但是咱会通对圣经来看见，就算讲伫圣经内面的记载内面，永远有真侪伫人也活地时阵也无答案，就甲亲像阿伯拉罕，上帝应允讲，你的后代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济。但是当伊死的时阵，伊的子孙才几个，迄个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尔啊济。有当时毋是咱伫咱的性命压伫地的时阵就有答案，但是迄个真正的平安，毋是因为咱知影所有的答案。乃是因为咱知影，这位掌管一切的上帝，伊是完全的。所以，当代志超过咱的理解时阵，咱毋是停止咱对主的相信，乃是咱要搁较深的迄个信靠。第二，咱需要去学习去操练的，咱爱用着上帝的话语，成做咱人生最高的迄个标准。这也就是牧师一直不断地讲，圣经是我们的准则。今仔日社会思想会安尼讲，只要自己觉得对，就是对的。伫咧几啊年前，一位姊妹后来伊信主，伊后悔伊讲迄句话，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后来讲这句话的人，伊信主了，伊后悔伊讲这句话。做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毋是建立伫咧咱的感觉，搁较是要建立真理，建立伫咧咱的真理的顶面。咱每一工拢需要透过读圣经、祈祷，甲着敬拜，互咱家己的思想，咱不断是互上帝话来甲咱更新。咱毋是只有知影上帝的话语，咱是互上帝的话语会通落实伫咱的生活内面。互上帝话来更新咱的性命，互咱的性命毋是只有安尼讲，我著活到即个岁啊，无你是要叫我安怎改变？犹原佫共款，佫是规丛好好，风吹袂倒，会开花袂结果。所以，迄款咱的性命，敢是咱所期待的？所以，咱需要透过上帝的话语，不断来更新咱。咱毋是靠即个世界来塑造咱对即个咱的人生的迄个价值观，咱是爱让上帝的话语来去重新塑造我们人生的整个的价值观。好，咱有那个属神的那个属上帝的那种那个理念，在我们的心中。不过，咱需要伫咱的每一天的生活内面去学习，会通更较侪来认识上帝。佫毋是干那咱只有咱家己本身，咱嘛爱帮助咱的遮个咱的儿女，咱的孙辈，互因伫因的生活内面会通去经验上帝，互迄个圣经的话语会通真正互遮个咱的后代因嘛会通去经验着。认识上帝毋是干那一次的聚会，嘛毋是透过说一堂的课程。咱就会通完全，这是一个一生的旅程，所以咱需要去帮助着咱家己本身，嘛去帮助着咱的后代，甚至是咱的属灵的这个时势，互因会通透过咱伫咧陪伴的过程内面去经验着上帝的话语是真的。我过去我的父母所信的这个上帝，伊是各真各活的上帝。伫咱透过着每一天的灵修，咱伫遐咧默想上帝的话，伫遐来透过祈祷顺服上帝的带领，伫咱每一天去经历着上帝会通伫咧咱生活经历中间，会通来更较认识伊。当咱会通认识上帝，就会通信靠伊。
当咱若信靠伊的时阵，咱就会通若搁较济来经历伊。当咱愈经历伊的时阵，咱就会通搁较若来听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两位亲爱兄弟，我拄好有机会伫遐陪伴咱的迄个郑传兄，伊伫遐甲我分享，伊过去伊原底本地伫咧家内的时阵，伊伫遐抄写圣经，安尼规本圣经安尼抄2-3遍。但是伊讲，但是后来佫经过伊假释10年了，伊转去到家业，去甲兄弟遮个家业的朋友伫遐分享的时阵，伊讲伊无法度就讲真有条理来去甲遮个朋友来讲，伊会用讲起着伊家己生命的经历，但是伊无法度将上帝的话语来甲伊所经历着去甲安尼合作伙。我就伫迄中间甲伊有侪的分享，透过圣经读圣经了，我开始甲讲，你伫咧即段圣经内面，你去看见着你家己的生命会倒一个所在。咱读圣经的时阵是爱甲圣经读入去，佮甲圣经读出来了，会通真正甲咱的生命是有关系。今仔日咱会通看见有真侪信徒，咱拢知影上帝的话语，咱甚至嘛有法度暗念通背出来。但是当咱拄着代志的时阵，是安咱犹原是一个软家系的基督徒，因为上帝话无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咱无真正会通真正将上帝话、上帝的没有真正将上帝的话语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活不出来、讲不出来，甚至没有办法跟人家见证。或许会通透过咱对上帝的认捌，咱每一天会操练，搁过来咱期待咱会通将上帝伊的本质，咱会通伫迄中间，毋若是甲认捌，也会通伫遐来追求上帝的完全，甲上帝的绝对，互咱会通伫咱的生命内面真正活出主爱咱活出迄款安尼迄个完全迄个绝对的迄款安尼的生命。所以今仔日咱的信息内面，上帝是完全的，上帝是绝对的。倒一项较触动你？为什么会？安尼最近是毋是有倒一件代志，是你一直想要靠你家己的方法来解决，佫无真正来交托迄个完全的上帝？安尼今仔日咱是毋是愿意来将伊来交伫咱的主的手中？愿主圣神亲自来对咱讲话，也来感动咱，来光照咱。第二，伫即个价值混乱的即个世代，咱是毋是捌安尼互即个世界的观念来赢过上帝的真理？安尼，咱有啥物款的所在需要重新来调整的？第三，咱伫咧即礼拜，咱会通采取倒一寡真具体的行动，会通互咱会通搁较深来认捌咱的主、咱的上帝。亲像讲，咱有迄个固定的灵修、默想经文，也是会通搁较济的祷告，来顺服上帝的带领。咱当主上帝伊伫咱心内来对咱讲话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欢喜顺服上帝对咱的迄个光照甲提醒？愿主上帝甲咱三个伫地，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所领受到，咱会通搁一摆来深来对主有搁较深的认捌，也互咱会通来活出主爱咱活出的款式。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话语，互阮会通搁一摆来认捌你是完全的上帝，也是迄个绝对的主。主，你无有错误，也无有欠缺，也永远值得阮来信靠。当阮面对人生的迄个无确定的时阵，求主你帮助阮，无倚靠家己的聪明，乃是会通专心来信靠主你的智慧。当即个世界的声音来企图要来摇动阮对主你的信的时阵，求你坚固阮，
互阮会通徛伫你迄个永远不变的真理的顶面，也求你使阮会通有一粒即个较无主你的心，毋是知影搁较侪关于你的财物，乃是会通伫咧每一天的生活中，会通真实来经历着主你、认捌主你、顺服主你。愿阮的信心建立伫你迄个完全绝对的迄个本质的顶面，互阮一生会通来荣光你、见证你。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祈祷，阿门。这时咱要来举行圣礼典圣餐礼，请咱来吟圣诗364首，圣诗364首。咱一个吟就好。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三角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纳归永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圣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记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圣，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感谢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请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
互阮接受正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侪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即个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长老。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领受饼了后，咱就安静来默祷，求圣神来光照咱，互咱看见咱心内犹原有啥物货无下主的心意的，咱就伫遐求主来赦免咱，来医治咱。来洁净咱，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日学那边还有没有人在那边？即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要说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说里面，去拿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的长老。
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当咱领受杯了，请咱安静咱的心，默祷。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支持，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我的主耶稣，咱上帝，阮恳求，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那以后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受杯，请咱来吟，继续来吟迄个圣诗364首。
这是向咱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表哥林内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落灵府。第三日对山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托，做圣礼，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来感恩奉献。咱请谢碧如执事甲杨志宏长老来书会。请咱起立来认奉的诗歌。我
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记载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17节。咱先用台语汉语本来读，请。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慈悲，使圣神互你有智慧、甲启示，通明白伊。接下来我们用可和本的部分，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认识他。以佛所书第1章17节。所以咱要来迎新报告，毋知有第一届来咱中间的兄弟姊妹也无？若无，咱来看报告事项伫周报的第5页。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是社福事工关怀主日，礼拜六举行圣礼典，礼拜了有7月份的庆生会甲爱餐，请咱兄弟来劳补。下主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2场礼拜结束，要召开建堂委员会，请建堂委员来准备心来参加。第3点，7月15甲18早是9点甲下晡5点，咱的主日学要举办小小探险加夏令营，请咱兄弟来关心甲带导。其他消息部分，第1点，7月13早是伫济南教会7星中会要举办第75届中会第3摆会议，咱的牧师甲2位代理长老要代表来参加。第2点，8月7日的下晡2点到7点，7星中会甲台北中会要举办2026年马街夏日音乐季，请咱有兴趣的兄弟来去参加。第3点，8月14到15，7星中会要举办2026年校园部小马街门徒营，咱欢迎主日学的小朋友来参加。第4点，8月23到23，咱的总会举办全国青年茶经营，咱也望讲有兴趣兄弟来报名参加。第5点，伫9月、10月到11月，台湾新学院甲宜兰教会要举办信徒领袖造就课程，报名到9月6为止。咱有兴趣的兄弟，请咱来去报名参加。顶周的出席甲奉献报告，请咱兄弟家己过目。事项表嘛，请后礼拜轮节的当天会当提早来准备。会计报告的部分嘛，请咱兄弟家己过目。而且要特别提醒咱兄弟，检查咱兄弟若有用汇款，请爱记哩一定爱甲你的名写起。顶礼拜咱有兄弟汇款袂记哩写名，因为即马个资法的关系，邮局迄边无法度提供咱汇款的人，只要你无甲你的名拍去你汇款的遐。我是咱教会无法度知影讲是啥，毋茫讲顶礼拜有汇款的，袂记你讲名的，那么会当去甲咱的干事来讲。无师有补充报告。这边咱的伫咱即个报告具体消息的第5点那个伫咧宜兰教会有迄个甲台神有安尼办理的一个课程，迄是一个灵性团契的迄个课程咱若是感觉讲咱伫咧心灵上安尼需要安尼有安尼得到医治，也是要搁较明白家己，也是会通来帮助兄弟姊妹。咱要帮助兄弟姊妹，第一个爱先会晓医治家己啦所以即个课程也是一个袂歹的课程，会通欢迎咱兄弟若有需要咱家己会通安尼来去甲即个安尼宜兰教会即边遐来报名过来就是咱伫咧咱的周报内面，咱拢有牵即个建堂的进度，这是后来咱即马小会了有做即个改版，周报的改版，就是咱会互咱的兄弟知影，亲像咱今仔日是伫咧第4页的所在。伫即个中间要搁一摆来唤起咱兄弟若你也未迄个填写即个建堂勇士卡，咱鼓励咱兄弟会通安尼善用上帝互赏赐咱的恩赐，伫咧咱建堂的每一项的事工顶面咱会通安尼来去来填写来成做咱伫咧建堂顶面的即个勇士
那过来就是咱建堂的即、个迄个基金吼，迄个累积，咱拢有记载伫咧即个顶面吼，即个拢是上新的吼。每一礼拜吼，只要有更新，咱拢会伫遐做更新吼。也过来就是咱伫咧建堂的顶面，目前咱进行到倒位？吼，若无有新的，就是一直继续伫咧即个旧的即个，要上主要是要互咱兄弟有了解，也放伫咱的祈祷的内面吼。吼，咱即个祈祷真重要，咱透过祈祷来求主来成就伊家己的心意，伫咱的教会的即个建堂的即个事工顶面，互咱会通搁较侪经验到上帝伊的丰富、伊的丰盛，怎样来成就伊家己的心意伫咱南阳教会的即个顶面吼。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安尼不断伫遮安尼关心也互即个建堂的事工会通紧来安尼一步一步来得到完成。以上的补充报告。这时，请咱起立来念上英圣诗390首，俄罗天父万福不完。唱线咱请林耀生牧师来做祝祷。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伫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免。请坐灭岛避会。